天國酵母工具，給人施洗。請打開《天國酵母手冊》，跟住一齊聽。耶穌話：你哋要去，使萬民作我的門徒，奉父、子、聖靈的名，給他們施洗。馬太福音28章19節。洗禮又或者係浸禮，原文係 baptizo， 意思係完全濕透或者浸喺水裏邊，好似染布一樣，將布浸喺水裏邊，攞出嚟之後顏色就完全轉變。所以洗禮象徵住我哋原本嘅生命浸喺耶穌嘅樣式裏邊之後，轉變成信服神嘅生命，係我哋對罪而死，正如耶穌已經為我哋嘅罪而死，係將我哋舊嘅生命埋葬咗，正如耶穌被埋葬，係我哋喺基督裏邊重生咗新嘅生命，正如耶穌從死裏復活，而家仍然活着。如果你哋以前從來冇幫人施洗過，可能你會覺得驚，但唔需要，只要照住以下幾個簡單嘅步驟做就可以啦。揾一個有水嘅地方，能夠讓新信主嘅門徒全身浸喺水裏邊，無論係池塘、河流、湖邊或者係海灘，亦都可以用浴缸或者其他能夠盛載水嘅方法，讓受洗嘅門徒雙手捉住你一隻手臂，再用你另外一隻手扶喺佢哋嘅背後，然後問以下兩個問題，去確定佢哋明白，而且對佢哋所做嘅決定有把握。你係咪已經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你嘅救主？你係咪願意信服佢，並且終身尊佢為你嘅王嚟服侍佢？如果佢哋對呢兩個問題都回答係，咁樣施洗者就可以跟住講：你既然宣告、相信並且接受主耶穌，而家我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嘅名為你施洗，跟住幫助佢落去水裏邊，全身浸到去水裏邊，再將佢拉上嚟。你已經為一個剛跟隨耶穌嘅人洗禮，佢係一位新嘅天國子民，係永生神嘅新生兒啦。呢個係幾咁令人開心嘅時刻呢？洗禮係耶穌俾佢跟隨者嘅個聖禮，亦都係天國酵母工具包嘅基礎。